做大家平安。平安。这是咱开始今仔日的礼拜。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阿罗入伊的院，就感谢伊阿罗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这是咱要来请敬拜团带咱来敬拜。弟兄姐妹平安。在又下雨又冷的天气，感谢主，让我们很平安的来到会中一同敬拜。神的话这样子说，看吧，我要做一件新的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要在旷野里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我们用第一首诗歌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邀请你，如果身体允许的话，可以起立跟我们一同敬拜。也期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新的事情。像诗篇的125篇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
流泪出去的，必要欢天喜地的带和捆回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唱。生命泉，永流不停歇，被水洗，是这一路艰险。到那日，说过结了缘，我们一同欢喜笑开颜。抬头望天堂门打开，我们将亲眼看见你面。爱我看，芬芳遍满地，荣耀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今向云唱歌，为丰富波浪和欢唱，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哦，身上这喜好像我的灵全然高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让我们的心全然欢唱，因为他的恩典丰富的恩典、奇妙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抬头望天堂门打开，我们将亲眼看见一面。爱花开，芬芳遍满地，荣耀主耶稣基督再来。花径上云徜徉，为丰富波浪和欢唱，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哦，身上这心好像我的灵全然高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花径上云徜徉，为丰富波浪和欢唱，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哦，身上这心好像我的灵全然高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花径像云徜徉，为丰富波浪和欢唱，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哦，身上这心好像我的灵全然高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今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这么大，让我们有新造的人，让我们能够做新的事。弟兄姐妹，请持续赞美。这时咱要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真心认真诚意听主耶稣的，这个爱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伊讲，你着听主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专法甲圣意的总分头。我用新的界面互你，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相听你，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正人要安尼知，你我请坐。
这是咱来看启应文，我来启，请恁来念。心内送香的人有福气，忧郁的人有福气，温柔的人有福气，要喙焦翕目义的人有福气，怜悯人的人有福气，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为着伊捌受困毒的人有福气，为着我人占吕骂恁、困毒恁、诽谤恁万项的歹，你有福气，就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理的报赏是大。以上只是请咱甘心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感谢阮的上帝，伊请伊疼阮世间的人。你予阮伫这个世间的日子，若是上帝你的独生子赦免阮的罪，因为你流出宝贵的血，予阮每一个人用仰望你来得着救。当你也伫无甲阮伫地时，找你的圣灵甲阮相甲伫地，你的圣灵要伫世间来带领阮、督促阮。互阮的信心加添，无论伫接受使命，也是阮该做的事，你拢安慰，也是你拢教示，也是恁指导，互阮知阮的方向。阮也知即个圣灵的气力是大的，阮仰望你，也求你来甲阮相甲做伙，互阮伫人生的路上，阮无行伫困难，嘛无行伫艰难困苦的时。主啊，搁一摆，阮也求你甲阮相甲伫地，互阮安慰阮，互阮袂当甲阮相甲，或者敬拜你的兄弟姊妹，拢得到你的安慰，也得到你的接纳。主啊，阮即时也要安静阮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互阮喙甲心会当甲你合一，学落你。阮安尼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是咱要学落请圣歌队。我
圣经记载于约翰福音16章第7节至14节，请咱一齐来看。若是我将实情甲恁讲，我去是要做恁的利益，我无去保惠师，无来就近恁。若去就要找伊就近恁，伊到的确用罪、用义、用审判来指证世间。用罪，因为因毋信靠我；用义，因为我归伫地。恁无搁看见我。用审判，因为即世间的人君已经受审判。12节，我还有侪项要甲恁讲，独恁现今当袂起。到真理的神来，伊要带恁入伫一切的真理，因为伊毋是要凭家己来讲，是将伊所要听去的来讲，搁要用伫要来的事报恁。伊要应跟我，因为伊要对我所有的领受来报恁。凡爸所有的，拢是我的，所以我讲，伊要对我所有的领受来报恁。以上，即是咱要正道请蔡长老，伊今仔所要讲的题目是明捌圣灵。你们在平安，平安，请跟隔壁的讲平安，平安，主的心平安，今天很高兴哦，我觉得看到有些好像比较陌生的，比如天主在旁边有一位你妈妈哦，其实我见过他了，比较早来，所以每次我们都要看他这个礼拜有没有来，好不好？这位是那个连长老旁边。对啊，啊，你在哪？啊，哭了。他为你哭呀？我为他哭，是。我其实来把看你们要了解一下，因为我今天看下去全部是白茫茫影片。我一直讲1年要去配眼镜，我太太也讲了1年要去配眼镜，到现在都还没有去配。每次讲要配眼镜到晚上，人家关门了，然后说明天白天再去。阮太太直接配一般是无去配目镜。我讲你是受益的，我是无用，无咱你最起码先一个有目镜，有手来看物件。伊到底嘛是无配目镜，我有配。所以我若卡输咧甲你看其实咧甲你看，若是看无着你，但是你有咧受无咧受，我拢知。所以我拢唔知，所以说请了解。咱有对圣杯、圣驾、圣神，可能有人讲说，讲这种题目，我从小入学到大，我当然认识上帝，我当然认识耶稣，我就是信耶稣，我才来到教会啊。你认识圣灵吗？你礼拜信不信？大家注意哦。你看礼拜信不信？这个答案好像我说认识，就觉得好像不是很认识。现行圣灵跟圣父有什么不一样？跟上帝有什么不一样？跟耶稣有什么不一样？看起来是三位，可是你没有跟我们说三位一体啊，3个又是一个神，好复杂的感觉。没有那么复杂比起佛教复杂。今天我们要说认识圣灵，我们也没办法用很多的时间来解释，因为不是神学上解释。但是你们应该感受到，其实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圣灵在我们中间，你们应该体会到圣灵，我们内心圣灵要充满。所以刚才我们那个诗班所唱的是什么？圣灵的江河，流入我们的心。我们心本身也有圣灵。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充满在我们的心，就像我们的空气一样，你随时你希望呼吸的是新鲜的空气还是污浊的空气？但是是新鲜的空气嘛。我奶奶嘛讲最近你有发觉无？最近敢若气候敢较潮湿，小可有迄个霉味的感觉，可能甲阮兜内我的房间尔啦，我才厝内客厅是白啦，我的房间有当时咱的衫，你会知若到厝里衫拢无啥穿，所以足惊人来厝拢乌白单。我讲，譬如说你莫甲我笑，恁兜差不多咧啦，衫拢无白，倒来倒穿起来倒，我才讲你嘛收无好，你无动所以讲有迄个气候霉味的感觉。但是相信的圣灵是用什么？新鲜的空气，那不断来更新自己。
所以咱今仔日啥，咱认识圣灵，信心哦，信心、献卑、献价、圣父、圣父、上帝嘛哈，圣子、耶稣、圣灵，我们今天来讲圣灵，圣父是不是圣子呢？不是吧？圣父是不是圣灵？不是吧？圣灵是不是圣子？不是，但是他们又是圣子，又是圣灵，又是，因为他们都是神，而且这个神是同一位的神，是同质的神，好复杂哈、我今天不是跟你们讲数学，我们想想看，一块冰你看得到吗？对不对？冰开始在融化，在融化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水，水你看得到吧？你看得到，但是不是那么透彻，因为水有时候比较透彻，冰很清楚，就是冰雪哈、很清楚雪。可是它到水蒸气的时候，水遇到热，它会水蒸气在蒸发的时候，你看得到吗？如果你真的很心里很虔诚的话，你去看的话，你看到水在融化，哎，你看到圣灵在充满，可是等它上去的时候，你没有抓住它的时候，它是不见的，你看不到，成为空气。你看不到，有一天到天上遇到冷，再凝结，再下来变成雨，那你又看得到了。你说冰的成分是什么？水的成分是什么？水蒸气的成分是什么？在化学公司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个比喻我一直觉得不是那么的好，可是我在想不到什么的比喻，让我们用我们人类的用咱的心来咧想，啊信心，啊信悲，啊上帝，啊耶稣，啊个信心，圣父、圣子、圣灵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他们的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同一位神，他不一样是什么？他的工作不一样，他们真的不一样。上帝当初觉得这个地球，如果照科学所讲的，地球经过一次的毁灭，重新再创造，所以经常挖出那个恐龙，好几万年前的恐龙，在创造的时候，地是湮灭混沌，然后这里讲说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就单纯从创世纪第1章第1节，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从创造开始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其实是一位神呐、这个神，他说来，我们来创造地球，所以我们会说用我们来，因为神是用我们的名称来讲，好像是很多集合在一起，所以神一再告诉我们是唯一的神，唯一的神，我的神，来好，要创造地球，创造地球的时候，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有光。这个上帝的说，这个说，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是什么？太初有道。如果这个光在那个希伯来文讲的是光跟道是一样的名词，往里头有道啦，道到上帝，三到地底，道跟神同在，道就是神，讲得很清楚。刚开始第1章第1节都这样讲的，所以刚开始创造的时候。上帝说：“我们来创造这个地球，圣灵开始运行，然后借着耶稣圣子来说，哎，有光，有光出现。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就是一位的神，同质的神，只是他们的任务啦，他们的职分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讲圣灵的时候，认为灵。”中国创造是很奇怪哦，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很古代、很早的时候，我们相信说，圣灵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不管古今中外，所有的人对所有的这些三位一体的神都有他的创造。灵是什么？圣灵嘛，对不对？灵很简单嘛，灵是什么？先有一个雨字嘛，什么叫做雨？哎，古代对雨非常的注重甘霖呢。你看古代皇帝都有一个专门的人专门在祈雨，有没有？找那个雨是专门下。古代的是农耕的社会，没有下雨的话，啊，那真的是古代最重要的是什么？大洪水的治水，更重要的是什么？干旱，民不聊生，所以下雨。所以你看旧约里面也特别讲，我要降下雨给你。那以利亚说这些百姓很可恶，这3年2个月让你不下雨，就3年多都没有下雨。
哎，他们都没有下雨，在以前不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冬天水利会有一灌溉的水，以前没有水库啊，没有下雨的话就真的是民不聊生哎，所以连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降福，这是个福气的来源。那么之后下面有个无啊，无不要把它想象成无私哈，无私当然是不好的东西，可是以前无，你看古代的字是什么？是神灵，是一种祝福，这是一种得到神机异能的，很好玩哦。连为什么中间有三个口？也就是说中间是三个口的，连三个口告诉我们什么？神的三个位格哎，所以在人的心理上很清楚知道说。非常清楚知道说，三位一体的神是同一位神，就是你。但是因为他要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知道我的人类会有好的，有坏的，会有的受到引诱，我要救赎，所以他已经预备救赎。这个救赎是指耶稣基督。所以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上帝不是不在。所以耶稣基督经常说我要跟我的父祷告，接着到旷野里面跟父祷告，所以跟父祷告是说他们灵是相通的，但是因为他们子的身份虚极嘛，上次我讲到虚极是人加上神两个加在一起，是耶稣叫做人子，人的儿子人子，那因为用人的身份才会有人的痛苦，有人的，虽然他是无罪的，人都有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相对的，主耶稣基督无罪呢。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因为我们没办法，我没办法解救自己，没办法救赎自己，他用他无罪的身体来替我们赎罪的。所以你接受他，你接受主耶稣基督，你就得到救赎。然后再来就不一样了哦。在主耶稣基督走以后，今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要差遣一个保惠师，保惠师的性情呐。我们找个性情来，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性情，直接就甲咱讲，对旧约内面讲的足多东西，都在讲主耶稣基督的事迹，在讲他的救赎，在讲上帝的伟大，在讲人类的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当初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的口才不太好，所以他的亚伦他的哥哥口才比较好。摩西的口才不好，他跟上帝讲说：“不要叫我去啦，我去根本不知道讲什么，我去都袂晓讲话。”你说你不要怕，如果法老王问我，或者我甲我问讲，你想他要带以色列人出来去？你讲我要带他们到旷野去侍奉我，我要带去旷野来敬拜上帝。你在做工，你每天在那边忙，你根本找不到时间敬拜上帝。我要到旷野里面，在那个地方是没有什么欲望，没有什么奢求。旷野内面你也无高楼大厦，你也无冷气通吹啊。我即摆较寒，佮吹暖气，阮太太一定咧讲吹暖气，无内面小可会发霉。你旷野内面无啦，干热啊，水跟吃都是问题。他在那边在侍奉我，为什么？侍奉上帝是最重要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等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在英文讲是什么？明白一切的 truth。什么叫真理？真相。虽然说使徒行传是圣灵形状，我们很多的事情是圣灵在引导着我们做。那么你一定问我一件事情，那圣灵在哪里？圣灵在哪里？你看得到吗？在我们内心没有错，在我们的内心，我们就是要立刻治自己。那就是问题是你接受他吗？可能他在你的身体，然后你把他摆在旁边不理他，会不会？会哦。有时候你摆在旁边不理他，有时候你听到的声音是你的感情的声音，不是圣灵的声音。但是最起码你有没有每天静下心来听听看，圣灵有没有在跟你讲话？请你留意，静下心来听听看，圣人有没有跟你讲话？你是个老师，跑到高雄去那么远，可是当你在教学学生的时候，
现在学生跟以前不一样，千奇百怪的问题都有。1+1等于多少？关单1+1等于多少，你就回答不出来。就问1+1等于多少？回答不出来呀、为什么回答不出来？因为现在学生很古怪，反正1+1有无限多，无限的可能，什么答案都有可能。但是好处是什么？头脑有在转。所以在圣灵告诉我们是一个真相，圣灵呢告诉我们是因着我们实际上所做的。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那3年，我们只要照着耶稣的脚步走，他叫我们东，我们走东；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就悔改，我们就信主，我们就借着灵跟水而施洗，那个都没有问题。耶稣无一个安尼，耶稣无一个讲我无一个，你毋免烦恼，你安怎？你乃先去祈祷，所以讲去马可楼祷告10天，祈求圣灵降临。所以圣灵降临，就像那个冰开始在融化变成水，那水又遇到高温以后开始会什么？会热气，看到白白的热气出来，对不对？热气等升华以后变成什么？看不到啊，蒸馏以后看不到。所以我们说圣灵有时候像鸽子啊，有时候像佛，有时候像舌头，就像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一再告诉我们，你们要是不是属灵啊？要说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讲方言啊，我不知道怎么讲方言。其实讲方言当时是有需要，因为他听不懂互相讲的话，所以要有方言，然后要有一个翻译方言的人，他基本上闭几音舌音，哇，你看整个叫更奇怪的是一个钟弓，它全部都停。圣灵还可以人为操作，圣灵人没办法操作。那有时候你会很不自觉，我们说讲一句话，走着走着就哭了，听过没有？走着走着就哭了，想着想着眼泪就掉下来。当你在感动，圣灵会感动你，你觉得这个世界我怎么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圣灵又说不出，你的痛苦，圣灵自己帮你在祷告啊，你的眼泪就流下来。在座如果没有流过眼泪的人，圣灵还没有在你的心上。圣灵在你的心上，你会感动，你会流泪。有时候你光听一首歌，你心里很痛苦的时候，你听到那一首歌的时候，今天我们敬拜赞美团这首花，我真的很喜欢。尤其那最后一句，哦耶稣哦，会觉得啊，我一切的痛苦，就真的圣灵会帮我去做。圣灵是讲究真实的，是实际上教导我们怎么做的啦。所以圣灵来是带我们进入实际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分别为圣，所以分别为圣不是说我们跟世上人都不要交往啊。我是基督徒，你要我有信仰，世经你没有信仰，你不是，我跟你不一样，你没有信主，没有什么好骄傲。你基督教做见证，为什么要从教做见证？我们的行为要比别人更谦虚，要比别人更觉得你本身是值得。你的信基督耶稣是新创造的人，有完全的改变。哎呀，跟你在一起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好。你也不会跟人家计较工作，你是完全变一个人，那才叫基督徒哎。基督徒不是我分别为圣，是跟你完全不一样，跟你哥我是基督徒，你不是，有什么好骄傲的？基督徒最重要的是怎么去很谦卑的讲。我想，李牧师也在这里有时候当牧师很习惯了，可是我在下面听的都很难过。牧师赶紧讲，你来安怎牧师赶紧讲。我在总会实在是待很久了，从这个整个法规制定30年前，那个就是我制定的法规。现在的法规很多是改掉，但是最基本的法规是我制定，那是对我一个长老。可是我经常听他们讲，牧师赶紧讲，老师赶紧讲。我经常问他们说，我们为什么不把圣经翻起来说，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就一本圣经呢，可能版本不一样，可是那个原理翻译的应该都一样，66节都一样。圣灵告诉你们什么？实际上圣灵要告诉你真理耶，告诉你应该怎么走、怎么行、怎么做的一些事情。事工上，我们听到了很多人在讲说。哎哟，毋通去教会啦，无迄个要死哦，迄个无薪水通领，
啊去遐吼，也爱教主日落，也爱唱圣歌队，也爱去弹琴，也爱去敬拜赞美，也爱去做啥物事哦，也爱去做迄个有诶无，搁爱来社区班，就是那个社区班哦。迄拢毋是咱教会人诶，足侪毋是咱教会人，啊，搁去遐服侍遐诶人，哦，迄教有够忝。做教会啊吼，无烧无啉，礼拜天哦，反正我就来听讲道，啊讲员吼不重要，反正我们就干脆都一次给人家几千块，请人家来讲道，啊然后讲道他讲什么也不重要，反正我们有来做礼拜，我们跟上帝有所交代，对吗？不对，我们做礼拜是要亲近上帝。如果你今天做礼拜，你发觉圣灵没有跟你同在，你今天我的讲道没有让你有一些感动，不是我的讲道感动，是圣灵没有感动到你的话，我们自己要反省自己，我自己也要反省自己。我到现在20年来，我不晓得讲几篇的讲道，我没有一篇我自己是满意的，我每次都跟上帝说对不起，我一定会改进。每一篇讲道是从圣灵的口所出来的，而不是蔡崇义跟你们讲。蔡崇义没有那么厉害，蔡崇义真的什么都不是。蔡崇义是真的是最小的那一个。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才是我们教会的主宰。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听过这个故事吧？什么叫故事？上帝叫蜗牛带我去散步，听过吗？哎。上帝叫蜗牛带去散步，上帝啊，做给的，上帝怎么那么？我每天忙死了。上帝说啊，来，我一个任务交代给你，你带蜗牛去散步。上帝说，上帝怎么做这种事情？可是没办法，但是上帝所以我就带着这只蜗牛，蜗牛走路又很慢，慢慢走，慢慢走。我本来心里很气，我还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做，我家里的碗都还没有洗，我的垃圾还没有到上帝呀、我牵一只蜗牛慢慢走。我说反正既然要慢慢走了，突然停下来，哎，闻到花的香味，草香、花蜜、花开、彩云，空气新鲜，慢慢走，才发现，哎，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很美的。你发觉上帝圣灵在你身上是很美的。你不要把圣灵排斥，你说圣灵已经要亲近你了，要充满着你，要跟你在一起。然后你说我忙啊，我忙啊，你等一下，我忙完以后我就会跟你亲近。圣灵说我急着，我要告诉你，你不要那么忙你不要那么忙哦，我要告诉你啊。所以我们就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是耶稣最喜欢的一个家庭，是马大、玛利亚。我们现在在煮菜，拢讲马大姐啊，哇，那些很忙，哇，姐姐非常的忙啊，结果妹妹玛利亚就安静在耶稣旁边听耶稣讲道。玛利亚说：“哦哟，忙死了啊，耶稣啊，神仙啊，你叫我妹妹赶快跟我来帮忙啊！我看我今天煮了12道料理呀、我要好好的招待你呀、你看你妹妹不做事啊，就在那边听讲道。结果耶稣讲什么？哎，你忘记了，你的妹妹所选的是什么？最好的福分啊！今天是礼拜天呢、我们来上帝的面前呢、你讲说这些人都好笨，我们都好笨，包括我在内。哎，礼拜天啊，我们礼拜天可以睡晚一点跟枕头山奋斗，或者礼拜天啊，我们可以去那边游玩游山玩水。礼拜天还有那么笨，每个礼拜来做礼拜，可是每个礼拜来做完礼拜，我的心灵得到满足，然后再来一个礼拜，我就有力量在这一个礼拜之中，我要做上帝希望我做的事情。所以过天接着我上步，就像圣灵，我们每天一定要注意，我们最怕的是自己用忙做借口。什么叫做忙？忙就是心里死亡了嘛。一个忙的人，自己心里不会想什么，心里就已经死亡了。无用的人的心敢若死去啊！就跟他讲无用，就无用嘛。你说哦，讲无用，我当什么上帝啊？我怎么就每个礼拜五，司仪都会特别吩咐我说，哎，委员啊，礼拜五到了这是礼拜五啊，因为我曾经有一次礼拜六在那边下面说奇怪，这主今天怎么一直没有来？人家说，哎，你在哪里？我就在地下室等你呢。
那我今天是礼拜六，不必上班。每天忙，其实我们自己心里有问题。忙是心理死亡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诗篇62篇第5节告诉我们什么？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你说安静等候神。你能不能一天找一个时间来安静等候神？我们什么9点要做一个灵修代祷，为我们这些兄姐们在代祷。那天丽香姐来说，她哥哥已经到那个武大的医院，目前本来是分泌指数3，分泌指数3是什么意思？大概你都听得清楚吗？分泌指数3是大概要再见了，哎，恢复到6，那现在已经可以跟他讲话，已经有回应了，甚至可以跟他可以笑，而且可以比耶。当然，我们也希望说他赶快越来越进步，进步到那个器械的插管能够拔掉。然后这个家庭，因为我一直的经验里面，信主的家庭，神在我们的祷告非常有力量，神会在他里面行神迹。你想想看，荣誉兄完全得到神的照顾，完全自主呼吸，那多美好的一件事情！就像今天我来，不好意思啊，因为今天慧茹姐在这里，我不是故意在讲曹明兄，我真的每天非常迫切为他祷告，因为化疗我知道非常痛苦。我问过很多医生，他说那无办法啦，那就是安尼啊，以后就是足毒的啦，因为他杀死好的细菌也杀死坏的细菌，杀死坏的细菌同时在杀死好的细菌，可是你不这样做也不行啊。所以到第3次胃口很不好，本来曹医生我就看那安哥掐几啊，可是现在他化疗到第3次身体不好，我一直祷告上帝让这个化疗非常的好，开始又恢复自己的精神，因为他是我所爱的弟兄，是我一家人，不要忘记每个人我们都是一家人，请你跟隔壁的人讲，我们是一家人呐、用心呢，你不要好像骗人家的，好像应付一下，我们真的都是一家人呢。我们在这里没有分大小，没有分职位高低，没有分谁的钱比较多，谁钱比较少，没有分谁长得比较英俊，长得比较潇洒，在上帝的面前之中，英俊不英俊是看你的心呢。上帝看人的内心，是看人外表。哦，这个外表好看，因为好像10月份我们说我们台北市联团要来嘛。好像有计划啊，不晓得，因为我看他们行程好像没有我们基督教会，我一直在想说他来我们要站在哪边去哈。但是我在基督教会的时候，他们有来现场过。我本来一直想去到台北圣联团，我觉得很瘦。我昨天特别去找他们说，真的有看到我坐在旁边，他们在那边献唱，因为我习惯就我们基督教很大，我坐在旁边，有看到我像，我特别把那个相片用出来，把日期用出来，真的，他们有先生里面有那一天叫基督教会。在那边现场，同样一个指挥没有变啊，本来是基督教会的指挥没有变。好，所以我们一直知道圣灵的工作是做什么？圣灵的工作是为了罪，为了审判上帝。耶稣升天之后，他差遣保惠师来，我们为了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现在我们大概总共讲到这里而已，为罪、为义、为审判。所以其实人在圣灵运行之中，然后叫我们得着他的意见。圣灵会很尊重我们哦，你要接受他，你要排斥他，他不会有意见。但是最重要的接受是你有没有在生命册上记载上去，你有没有完全接受圣灵？你接受他完全充满着你，指导着你，你走的每一个步骤，圣灵带着你走。你不接受他，他也不说你不接受我不行，我就要害你。没有，你不接受他，你自己的损失啊，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相对的，为罪、为义而为审判。来，我们为罪，为罪是什么？因为他不信我，那点怪怪的哈。为罪，他不信我，不信就是罪吗？重要的在哪边？因为罪的本质就是不相信，不相信才会犯罪。相对的，用国家的法律来讲，我跟你偷一些东西，我相信这个应该不会怎么样吧。今天我一直想说，这个我们是不是
应该来好好调查一下，有一个收破烂的夫妻，资源回收有没有？把资源回收送给他朋友，估价3.87块钱，贪污罪被起诉。各位知道，我们台湾治罪条例最轻的是第6条叫图利罪，那么他送给人家那叫诈取财物，那是第7条，7年以上有期徒刑。3.87耶！我在想说，这检察官我不晓得在想什么。现在以前我们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呢。如果这是一支笔，我在监察拿一支笔拿回家写，算不算贪污啊？哦，这种扩张下来不得了哎！我们在教会里面，你现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诗歌，尤其我们的圣歌队里面最经常发现什么？谱越来越少，现在买的40本，搞不好搞了只能是20本，有很多拿回家去就忘掉了。那算不算侵占？哦，这个我们的法律变成无限上纲，永远在入人于罪，那很可怕的事情我们今天我们为了抄圣经所以我们会拿1本圣经，那还有2本回去抄圣经，抄完以后我们可能就放在家里忘了带来。你侵占教会的财产。真的要这样吗？真的要这样吗？教会为什么我要告诉你，大家是家人，我们是家人，不要一天到晚在找人麻烦。我们要爱来包容，爱可以遮掩所有的罪过，用爱。所以真正本身不信嘛，谁先不信？亚当夏娃就是不相信。上帝说园中的果实都可以吃唯独这个生命的果树，这个果实不要吃，吃了会死。那你有没有讲清楚？很清楚然后呢，蛇来了，魔鬼撒旦来了。哎呀，上帝跟你开玩笑了，怎么可能？上帝那么爱你，你长得那么漂亮，那么可爱，就像我们家，我每次看到小猴子吃东西，我都觉得很可爱。什么都可爱，反正他做什么都很可爱。不会呀，吃了不会怎么样吃了反正你会头脑智力，你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不是那个分别善恶的果树，你不要吃了，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实，你会死。我点老人痴呆症的讲话有点颠倒，吃了善恶分别善恶的果树的果实会死，所以你不要吃你头脑会开明智好像是呢，我试试看，没怎么样呢，很好吃呢，来，大家一起分享，来，这个也当吃，吃完以后上帝说，我们不是叫你不要吃吗？吃了会死吗？他说不是我了，是我太太，是小说不是我了，是蛇了，蛇就说又不是我了，是你呀，反正是大家推来推去，这是我的习惯。但相对的，因为不信就很大的罪。我们为什么很多的东西会犯罪？因为我们不相信会发生嘛，所以偷偷的看没有人，这里有一个东西，反正都没有人，我就拿回去，没有人看到，不信。就像那个我们讲一个故事，不是，爸爸的肚子饿得要死，所以半夜带小孩子去田里面偷采那个萝卜吗？都没有人看到。我们肚子饿得死，小孩子说不要，不能偷。那只是学老师告诉我们不能偷窃，不能偷东西。爸爸说没有人看到，小孩子说什么没有人看到？上帝看到，上帝看到，上帝会看到啊！所以不信是一个很大的罪。所以一般的人往往只注意道德的犯罪但忽略了那个真实的罪。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呢？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就像我们的空气一样，这里面充满着圣灵。你跟他越亲近，我们在社团训练所最喜欢读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没有看过金庸武侠小说的，请举手。那你活着干什么？金庸小说更好看呢，我告诉你。我是看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武侠小说金庸武侠小说一个最大特色是什么？
练功啊，从那里练丹田练功啊，让我灵力啊，让外面吸收很多的那个外面的灵气，很多武功增强。我们是这么静，怎么静啊？一步一步的提升，提升完以后还要练丹药。哎，再想一想哈，我们圣灵充满也一样呢，先让我们内功，圣灵充满，然后我们说要外界圣灵要充满着我们，我们要让圣灵进来着我们，然后我们还要吃丹药，我们要查经呢，我们要查经，我们要让我们丹药越吃越多，让我们圣灵灵性越充满呐。所以还是有它的用处。你们不信我，信什么？信耶稣啊！这是一个根本的，因为有人根本不相信耶稣。你觉得有人不相信耶稣吗？当然有啊，全世界才30%基督徒，70%不相信耶稣嘛。他说不相信耶稣，现在回教也不相信耶稣啊，因为大家在等弥赛亚，有的人也不相信耶稣，在等弥赛亚。而耶稣是先知啊，莫罕默德也是先知啊，那个摩门教也是说约翰史密斯是先知啊，耶稣是大师兄，约翰史密斯是二师兄，还有三师兄、四师兄我不知道，反正是可以一直排列下去。不信本身就是罪，信是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圣经叫我们看见他来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神，耶稣所说的话我们要相信，耶稣帮我们救赎，我们要让我们内心清洁，我们要相信。我们要信耶稣，耶稣不是无罪的人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救赎是非常大的恩典，而且是白白得来的，但是要珍惜哟。人家给你一颗珠宝，非常的贵重的珠宝，夜明珠，你觉得啊这个，那讲免钱的我们经常会接到那个票，送票给我们，就是贵宾券，国家音乐厅。国家歌剧院的音乐厅会送给我们叫贵宾券，都坐在最前面的贵宾券，那都不要钱，不要钱你就会觉得不稀罕。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送给人家的东西，人家都不会稀罕。我再讲一个例子，我们家那只小猴子去念幼儿园，辛辛苦苦的一个礼拜，表现良好，老师会给他一张贴纸，一点点。我给他去垫脚师买的贴纸是一整册，他一点都不稀罕。每次老师给他一贴纸像宝贝一样，都要用那个袋子特别装起来，不要给我丢掉哦。5张贴纸可以集满5张贴纸可以去换一个玩具，小小的一个玩具。我买给他玩具都比那个大多了，看你珍惜不珍惜嘛。所以我们要像那个幼儿园珍惜那张贴纸一样的珍惜圣灵呢。上帝给你的东西你不珍惜，上帝还保卫出来，你要珍惜耶，很重要哎。不是我给你的，我给你的，你会把它丢在旁边的。可是上帝给你的一点点东西，一张小贴纸，你都要非常珍惜耶。所以我们圣灵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忽略，我们经常忽略耶稣的大救恩呢？我们怎么能够逃离罪呢？耶稣给我们的，为我们无罪的人定十字架的救赎的大救恩，可是我们还是放纵自己的情欲，我们还是不相信，我们还是四处胡作非为。尤其如果当法官久了，你就会知道法官都很有钱啊。然后我太太一直在埋怨我说，你当法官当那么久怎么一间房子都买不到？谁叫房子一直涨？那出去还佫钱厝通大咧，我都无厝通大。我都一直起啊，上到伊厝边一直起，我都无度。我拼命存到我要买房子的时候，才发觉到那房价涨高了。我很节俭，我一直存钱呢，可是没办法，房价就涨高啊。所以相对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灵的第一工作是为罪来责备自己。什么叫为罪责备自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时候不信就是罪了。第二是为义，为什么义？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之后，然后才打破殿里的幔子。本来是大祭司才可以进入至圣所，他打破以后，让我们跟神可以直接面对，跟神相合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可以到至圣所、到圣殿来里面做敬拜，这是很大的福气耶。以前还要在那外面等祭司帮我们做，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人皆祭司都是尊君的祭司，拢是君尊的珍惜耶。还让他做这些，咱来珍惜耶。我们真的是第二个看过去，
自己本身没有义，我们自己本身已经堕落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帮我们找到那个义，所以我们因信而可以称义。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称义。称义不是就是义，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跟上帝相合的，就是称义。因为他在十字架里面帮我们受死，所以主耶稣基督的义是得到天父的阿爸父神的称许，所以我们现在有资格叫阿爸父神。你承认主耶稣基督，你就可以称阿爸父神。如果是阿爸父神，你可以想象到那是多大的丰盛。我经常讲一句话的，天大地大，阮阿爸比上大。你阿爸父神当然是最大的父神啊！你看神这称义就显明了神自己的义，当你信耶稣就显明自己的义啊。所以圣经里面叫我们说那个约翰福音老约翰，当约翰福音艺术是老约翰所写，老约翰就讲说叫你们不犯罪，在你们里面有一个中保，中保就是让我们跟基督能够再合，我们会得到义，相对的。那第三个是为审判这个世界的王，是受审判的王啊。所以第三个步骤是什么？我们会对受审判，但是我们如果有救赎的人，我在清楚讲这件事情，圣灵引导着我们，让我们走的世界走在正路，我们得到救赎。所以审判到的时候，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审判从哪里开始？从神的家起手，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所以每次到讲台上，其实我都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战惊。因为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我讲的话是不是圣灵的感动？会有你听得进去吗？圣灵有没有感动到你？那就责任很大。虽然我什么都不是，我是最不行的那一个，可是圣灵有没有感动？所以几乎礼拜，就算礼拜天，应该礼拜六过了，我实在是有时候都会半夜又醒过来，又开始改我的跑，因为我想说很清楚的传达一些东西，所以越改越多，就给了嘛，他两个你都特别拢讲足济，拢讲一丝咯，现在就济讲一丝啊尔。这也无算济咧，我特别拢50张咧。我法度啊，因为我一定要讲到我们是最重要的，所以相对的。十字架的审判是担当我们所有肉体上的罪、世界的魔鬼的罪，因为这个世界是魔鬼所统治的啊。但是如果你要相信魔鬼的话，他是说永生之我，所以我上次讲过说是永生。哎呦，我们大家都会得到永生，不信主的人会不会得到永生？有人问我，我讲台语叫做会啦，你嘛记得永远活伫地下的痛苦的活啦，还是会活嘛？但是一辈子活在痛苦啊，一生活在痛苦，你要这样吗？你为什么不一生活在上帝的怀抱中的那种美丽的，那种青草地上、溪水边，那么美丽的风景，你不要这样永生，而要得到那种永死、永受闲华的死呢？所以我们信上帝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荣耀上帝啊！所以他要荣耀我，所以为了荣耀上帝。主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听不进了你没有悔改，然后讲了好多的比喻，说了好多的故事，讲的是这3年来只要告诉我们天国的奥秘，没有那么困难，但是我们把它复杂化，神学院才知道是最复杂的地方。我不能做批判哦，我讲话不能批判，但是我们真的要有一颗单纯相信上帝的心。单纯相信你家人的心，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家人不要四处去批判，动不动就要去告，动不动就要对你怎么样，动不动怎么样。我们要互相容忍，我们要用爱彼此来相爱。所以圣灵的工作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当初圣灵拣选摩西的时候，告诉我们摩西，我要提名谁？我要提名谁呀？提名以色列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的灵要降在他身上。他提名好多的士师。不管是基点，尤其我们最有名的是基点，我们现在发圣经就是用基点会嘛，用他的名字发圣经。上帝灵在他身上，他就有力量。所以很多的就这一句话，我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了，而不是说我就有能力，我多伟大，我口才多好，我的身份各位都很好，没有。
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倚靠耶和华的灵发能成事。重要的是什么？你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所以他们迫切的先祷告，让圣灵充满，然后圣灵降临。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就放胆的出去讲道。圣经告诉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就3000个人受洗，是这么伟大的工作，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时间关系，最后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我们听过的故事。一个小孩子，他的爸爸是牧师，他每天做完礼拜都会去发传单。我们这边那个有个中山站，因为以前我们经常去那边发传单。他每天发传单，有一天下大雨，哇！今天我本来很烦恼会刮到下大雨，原来是周恩要带我们去玩，所以今天不下雨。哇！刮到下大雨啊！他爸爸说今天我们不要去发传单了，小孩子就说你今天不是讲说不要消灭圣灵感动吗？就感动我要发传单呢，所以他们就发到最后一张，到一个门口一直敲门，门没有开，圣灵说你再敲，然后再敲，小孩子人都不理我，又在敲，又开，又在敲，最后终于有一个老妇人把门打开，然后他就传达给他讲了一句话：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然后你看到就扔在那边，谢谢，把门关起来。第二个礼拜天，那个老妇人就照着那个传单助手来做礼拜，坐在后面。然后牧师讲：“哎，我们来一个新来的朋友，哎，你的新来的朋友，来站起来。”他说：“我可以讲几句话吗？”他说：“可以啊，很欢迎啊。”他走到前面来。我没有经过教会。我也没有小孩，我的先生不久之前死掉，剩下我一个人。我年纪这么大了也没有谋生能力，我要去跟人家洗碗盘，人家也不要我，我觉得我的生活已经无望了，所以我就拿了一根绳子绑在那个梁柱上面，我准备要自杀。我拿了椅子，已经站在椅子上面，把那个绳子套好了，就听到有人在敲门。我想说我都要死了，管他去敲门，不要理他，可是他又一直敲，一直敲。我里面就有个声音告诉我说：“去开个门吧，去开个门吧。”我说：“好吧。”我就把绳子拿起来，我就去开门。突然有个小孩告诉我：“耶稣爱你。”这辈子从我先死掉以后，全部的亲友都离开我了。有人告诉我耶稣爱我，那我为什么要死呢？我就把那个传单全部看完。上帝将主子赐给我们，为了爱我们。耶稣爱我，就走到前面，告诉各位，我真的什么都不懂，但是我告诉你们，耶稣真的爱我，救我的生命，我不在活的每一天，我都为耶稣而活。耶稣爱我，耶稣爱你吗？耶稣真的爱你，所以我们知道在每一次的呼吸之中，我们就生了气息。耶稣真的爱我们，所以凡是服侍主，凡是谦卑，眼中流泪。你要不知道你的眼中会流泪，所以圣灵，我们请你来。我们先给你赐的，预备看他的儿子来。我们借着这首诗歌，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我们借着诗歌，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让圣灵充满着你，让我们能够跟神更加亲近。好，你先来。神灵进来，充满在这里，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地经历。神灵进来，改变我心意，开我
我
上赢399首，伊是说咱请蔡长乐来甲咱祝贺。相知挂心爱，应将你心来。最将为心田，甘你眼中在。万岁恩感悲求你言子必还待你，这相信不修理的积极高年岁我们也用上帝的祝福，愿圣灵充满着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家庭的身上，每一个脚步的身上。愿你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一生都有主的恩典慈爱伴随着你们。愿主要所给的稳定上帝听从圣灵的相通，今日三角地带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来看咱手中的周报。咱下周事项的，请咱家己来看。咱奉献的部分吼，请咱若有订单向相关的中心来订正。消息报告的部分吼，今仔日咱有幼园有小组的分享吼，新安宫甲民宿费19种至24种。顶礼拜咱小会吼，就是有通过即个第365次的决议吼，接纳迄个2025年吼新任的查校委员周瑞云长老甲陈昌腾吼，搁有咱接纳即个2025年的预算，拢总有520万箍。副团客吼，今仔日吼，咱要伫前往即个至善园甲即个圆明园吼半日游啦吼。因为咱有可能会拄着雨，正就是讲若无落雨来讲吼，咱照行程来出发。若讲落雨，咱就改做室内吼有奖征答甲联谊啦吼。这是迄个会长我的所写的。过来，咱过来报告下面吼，就是即个后3月初2吼，咱要召开中执会吼，请中执老婆来参加。若有其他的提案，会使向那个中执来通知吼。过来第5点，咱即个顶学期的金星奖学金吼，为今仔日开始到3月初9要开始申请。咱请有资格的即个同学吼，将即个成绩单摕互咱的陈国瑜长老来确认。第6吼，会本会3月初7甲6月初6吼，每周5 10点到12点吼，伫教会1楼有即个长者监犯适龄的课程啦吼，就是互咱的长者即个安怎教咱来即防止即个失智失能。伊讲特别欢迎咱65岁的兄弟吼来踊跃参加。详细迄个课程吼，有伫后壁广告栏来公布吼，请咱来看。会当咱因为向即个咱的名义登记吼，来准备即个教材。以上吼，其他咱具体沟通，咱等下是小组的时阵来为遮的代志来祈祷，甲台湾事项。即是咱请迄个叶长老过来做即个吼小组的查经的分享。现在感谢平安。平安。上个礼拜那个和会就没有那个小组查经了啊。那咱要比出埃及记最后的时候有讲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所以摩西没办法进去。最后那里2句话讲说，耶和华的荣光那个云彩收上去的时候，
那个以色列人民就起行，云彩放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他说，所有的日子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神说走我们就走，神说停我们就停了，那是在出埃及记最后。然后到民数记的时候，民数记我们知道，那个点数的那些人是成为神的军队。我们前面也有讲，因为他们也后来到加底斯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派人去看哈。其实加底斯在哪里呢？就是在西奈山，我稍微讲一下，西奈山在哪里？好，在埃及那个地方，对面就是什么？对面就是现在胡塞组织不是在那边一直打灰弹那个地方嘛？好，胡塞组织那个对面就是那个地方了。好，他们在西奈山以后就走到加里斯，在那边开探子去探完以后回来，他们一直抱怨了。10个人抱怨说那里的人非常高大，城墙也非常坚固。虽然那里的物产丰硕，但是台语讲啦，讲我们在他们面前那很超美啊，所以他们一直骂摩西啊，说我们在埃及当奴隶好好的，干嘛把我们带出来，让我们死在旷野，让我们死在这里，所以一直骂摩西。所以神就跟他们讲你们去窥探那个迦南地的时候40天嘛，所以1天比1日啊，所以你们要在那个旷野绕40年，所有20岁以上的人要全部死在旷野，所以没有坐牢。后来绕了20年，就在那个地方，就在约旦那个地方啊。其实那个加里斯就是现在约旦那个地方，在那边绕了40年。第40年的时候，那个米利安死掉了。1月的时候，5月的时候亚伦死掉了。40年。后来呢，我们知道他在那边抱怨的时候，后来因为又没有水了，没有水的时候，他们就抱怨摩西嘛，抱怨摩西。摩西呢，神跟他讲说，你去那个磐石，你给他指一下，命令磐石出水。上一次是叫他打那个磐石，这一次是命令。摩西呢，被他们一闹，非常生气的，所以就拿了那个拐杖，那个权杖，就打了那个磐石2下，打了磐石2下，水出来了嘛。水出来的时候，神跟摩西讲怎么样？你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没有尊敬我，所以你不能进到迦南地去。所以后来摩西就在尼波山上看着那个耶利哥那一边看着那一边，然后就死在那边。我们知道，所以神是不能别让污染的台语说就别让污染。有些人讲说以色列人怎么讲呢？为什么那个磐石？他说第一次打那个磐石的时候，那个磐石他们就扛着走了，扛着走，所以那个是灵的磐石了，是属于神的灵的磐石的时候，你去打它的时候不得了了。不得了，不能开玩笑。以色列人的解释是这样的，不是说一般的磐石，他说那个磐石是灵的磐石，灵的磐石，所以不能开玩笑的说你摩西你竟然去打他，那个他们讲说40年70多那个磐石他们就扛着走了，扛着走这个是以色列人的解释。后来我们知道可拉党他们也一样，可拉党他们就抱怨摩西他们找了250个首领来说为什么就是摩西、亚伦、米勒里面几个只有神讲给你们听，为什么不讲给我们听？神跟他讲他们的死跟一般人的死不一样，所以说地裂开把他们吞下去，吞下去以后地再合起来。那你刚才讲对大地震的大地震裂开了又合起来我们台湾就曾经有发生过这样，那个裂开以后，那个房子陷下去了这一个是可拉党。再来我们知道后来他们攻占的那个有一些国家就是亚摩利人，还有迦南那些人攻占了以后，再来到那个摩押那个地方，我们知道摩押，结果那个摩押就他的王巴勒就去问巴兰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大家很清楚，巴兰那个驴子不是会讲话吗？巴勒跟那个摩押跟米甸他们的长老去找那个巴兰。我们知道摩押是谁？摩押是罗德的，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嘛，他的侄儿罗德所生的孩子叫做摩押，一个是叶本，一个是摩押。另外呢，米甸是谁呢？米甸这个族是谁？米甸是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一开始不是生了以撒而已嘛再来亚伯拉罕就跟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嘛，最后其实亚伯拉罕100多岁还娶了一个基鲁娜，
基普拉所生的，其中有一个就是米甸，有一个就是米甸，所以其实他们都是兄弟的。以色列人、摩押人跟那个米甸人其实都是兄弟，所以我们知道摩西的岳父叶忒罗就是米甸的祭司嘛，所以他们米甸人他们其实也是敬拜耶和华的所以他们去找巴兰的时候，巴兰住在哪里呢？巴兰在毗尔的时候，毗尔是在靠近两河流域那个地方，就是乌尔那个地方对吧？已经靠近那个地方，再回去那个地方找他们。那我们知道巴兰也是信耶和华，所以信耶和华，所以他特别讲了一句话说：耶和华叫我怎么讲，我是怎么讲；耶和华叫我祝福，我就祝福；耶和华叫我咒诅，我就咒诅。结果3次呢，那个巴勒还到那个山上去了，那个山上就让他可以看到以色列他们驻扎的地方，看到一点点，不能看到全部。看到全部之后会害怕怎么那么多人，60万大军呢？所以看到一点点，叫他们咒诅他。结果神跟他讲说，你不能咒诅，你要祝福。我们知道第一个祝福的时候是讲的，其中一句话让我其实蛮感动的。他讲的他说这独居的民这独居的民不属于这个万民的，这个独居的民不属于万民的，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不属于这个万国之中的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那个是一样的。旧约的时候，他特别这样讲巴兰就这样讲，第一个就这样讲，后来巴兰就是祝福他嘛。到第3篇的时候，祝福他怎么样？他说这个国家以后要变成非常非常强大。到第4个祝福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救主又从那边出来嘛。有一个，而且会攻占的那个他们家人那个地方，我们不知道是指大卫还是指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那个摩西就拿着那个杖摩西拿个杖。我们知道那个可拉党的时候还有2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叫他们把12个支派的12个首领来，把他们的香炉拿来要献给神结果献给神的时候，那个香炉烧起来，把他们烧死了。烧死了以后，他们讲说，为什么一定要亚伦？所以他说12个支派，每一个人都拿一支拐杖来，一支拐杖来，结果亚伦的拐杖也拿来了亚伦的拐杖来结果放在那边，隔天说那个亚伦的杖就长出了杏花，所以那个杖就放在哪里？放在约柜里面。所以在撒迦利亚书来就讲说有2根杖，一根杖是什么？就是亚伦的杖，一根杖是什么？一根杖就是在那个火中被抽出来的一根杖。撒迦利亚书里面有讲到被抽出来的那一根杖，所以有2根杖。所以他说拿撒勒有出了2根杖拿撒勒那个地方，就是所以我们知道通过这个我们看出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属神的国民，即使人家要咒诅你。即使你请了那个要来咒诅你的时候，但是神还是会拦阻。为什么？因为你不列在万国之中，你是独居的民。这个是我们读了那个民数记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其实都是神一路的保守。虽然那些人死在旷野，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后来这些他的后裔进去的时候，还是得到神的祝福。所以现在很多人都研究那个以色列都在读什么？读说犹太人的赚钱术犹太人怎么赚钱，我都是读这些而不是读说为什么犹太人会这么祝福他们。其实我们要读的，基督徒要读的是为什么犹太人，为什么神会这么祝福他？他其实就是什么？早就有应许了，在民数记也写得很清楚在出埃及记里面也写得很清楚就是说你只要尊敬神的时候，他说你什么？你是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一定是这样。你如果不遵守的时候，就把你抛在万国之中。我们看到以色列其实没有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读到那个民数记24章的时候，就读到巴兰，结果要咒诅变成祝福，后面一样所以圣经新约讲的说不要咒诅要祝福，即使你的敌人也要为他祝福其实祝福才是一个重点谢谢。咱请圣乐队来唱祝福的歌。
时咱来行平安礼。